家乐福工会今仔日出面抗议公司去年5月打广告，讲无论是在野也是来做算点钟的员工，只要是因为上班较紧，就慰问金、保险理赔，在野员工请假休困薪水拢会当照领。不过今年4月、5月，这较紧的员工就上千人，只有这劳保的这个普通伤病给付，骂公司会当讲是讲话无算话。 日头请爷爷家乐福企业工会伫咧台北桂林分公司大门口提白布条，抗议资方伫咧疫情期间爱因安心上班，结果承诺要互因的防疫保障刷跳票。 员工提出公司2021年5月2日广告，承诺讲因为工作较紧的伙伴，休养期间薪水的照付，也会有1个月薪资健康照付金，无纳入团保甲防疫险的兼职伙伴，会有慰问金补偿。结果1礼拜6月初3是搁发补充版的说明广告，强调一定会互兼职伙伴有甲现有团保甲防疫险保障的金额同款的慰问金。不过员工是跳出来讲，公司只替伊送劳保局普通 伤病给付，而且要请职业灾害是搁去红刁难。公司拿这个给我们填，全部是普通伤病，而且有些人还是被骗说你的年假多到请不完啊，就趁这个赶快请一请，不用找麻烦。这些公告内容你通通拿不到，除了一般的正职员工有1万元的保险之外，其他的通通没有。 员工讲，是毋是因为出勤较紧，认定的规范真严？内部疫调了后，送去劳保局根本无法度过。工会也表示，今年4月到5月，不管是在假或者是兼差的员工，较紧的就超过1000人，因拢犹未摕到相关补助。你上无你爱甲遮的迄个过程，需要什么证件，什么条件，拢爱甲员工讲个清楚。家乐福表示，去年的广告伫咧今年年初就已经摕掉啊，不过承诺互员工的权益拢有照行。 也已经替在假员工加保1年的防疫险到明年，只是文件处理甲认定拢需要时间，会继续甲工会保持有线沟通。记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报道。